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2日台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今来关心风台。风台的暴风圈伫今日透早已经吸到咱台湾南部的陆地，按算伫下暗就有机会伫屏东沿海附近来登陆。咱今来听伫气象署遐8:40有最新的说明。 这是台风目前所在的位置。那目前它的强度呢，近中心的最大风速从过去的23公尺每秒减弱到目前呢是每秒20公尺。七级风的暴风范围也从原先的180公里减弱缩小为150公里。那但是还是对我们的近海以及陆上造成威胁。我们目前海上的警戒区域包含了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至于陆上的部分，由于它的暴风范围已经缩减了，所以说呢，目前在云林还有澎湖已经脱离这样子暴风圈的范围。那我们来看到陆警的区域，大致上包含了嘉义以南、还有南投以及花东地区。至于在海上的范围，刚才所提到的，在台湾周边的南边这边的海域都还是警戒的范围，提醒海上的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路上的朋友也要多加小心这种台风所造成的风以及雨的影响。 我们看到台风它未来的潜势预测，未来其实台风会逐渐的往东北东的方向移动，比较接近到台湾恒春半岛的这一带。大约到了今天晚间左右，就会比较登陆到恒春半岛的南段这一带，并且往东北方向移动。不过在这段过程当中，台风的强度还是有持续减弱的趋势。我们也不排除它会比较提早一些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那么到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刚才也从动态上面看到，它未来这样子移动之后，随着它逐渐 减弱，这样子7级风的暴风范围也就会消失。那也就是说，对于整体的陆地以及海上的威胁都是比较减小了。 在今天白天，花东地区还是一个比较降雨的热区。那至于在北宜这一带，还是会有一些间歇的降雨出现。至于中南部，随着台风的环流逐渐的 接近，或者是说一波波影响的这个时间比较密集的情形之下，降雨有稍微增多的趋势，包含澎湖也是这样子的情形。那到了今天晚间左右，整体的风场上面，随着台风往台湾陆地附近移动，在东半部会转成偏南风，所以这种比较偏向对着地形的这个风向就已经改变了。花东的雨势有略微减缓，但还是有一波降雨。 头拄听到是气象署上新的说明，风台即马有咧变势，嘛有减弱，不过也是袂当大意。风台来，所以伫今仔日中昼进前，火车东部的部分，像哪到台东是拢停驶的。也若东部已经连续落大水雨，落不遮久啊，马太岸溪的溪水又搁涨起来。伫道边花，因为无半花，所以溪水甲土沙是冲入去万影响的明利川。船长即马是批评空，拢是疏浚变倒害的。也若水利署长嘛有回事。 大水呢，甚至伫早暗搁甲一卡货柜冲去。喂，干什么？啊，龙人家了！哎，龙人家，要去哪里了？这呢大台货柜规个大水冲走，这是昨晚8点半，明利部落民众所翕到的画面。风台这边的雨正惊人，花莲马太安溪搁在一楼赛。 大水搞到山桥，沿着大排灌入去万影响的明利村。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啊！明利部落的居民话讲有够喊过，自吹着暗开始，大水就一阵一阵下来，昨早起就车祸大水冲走，明天拢淹水。 山猫直接开进房子里面，要把里面的淤泥铲除出来。趁着雨势跟水势的空档，要协助这边来赶快恢复原状。明利村长即日是疏浚变道造成的，自7月到9月通报过几落遍，担心一流口会有危险，拢无来处理。这个破口从7月份到昨天预留，我多少次的通报会勘，那时候纪连城也特别交代，结果呢还是没有动作。水利署长到现场会勘，行礼会室内，强调无做好是因的疏失，不过也澄清，甲疏浚变道无关系，是土沙积伤悬。疏浚的那个变道有关吗？没有关系，它虽然有打个变道，但它高度一样，是因为淤积造成的。淤积高度高起来以后，那一边就变得剩下3米到4米的位置。 那这个也是确实我们的疏忽。
这边自初十就开始进行撤离，无造成伤亡，不过也是有人质疑花莲县政府撤离上班。万荣乡民立村的士林在昨天早上就已经开始撤恶邻的部分。那因为昨天下午雨势较大，那水有溢流出来，在原本不在警戒区域里面的恶邻的范围，那我们也在下午5点，那紧急通知他们来做撤离。那是马太安区北岸的民立村1楼的问题按处理，连接南北岸的马太安区便道。因为水涨起来，上北的便道有一寡被冲坏，路南的车道路面淹水。不过实际情形也是等水消退才当确定。在铁路方面，软过溪床下骹的光复河底磅空，因为磅空北平出口顶头淹水。昨放林到水尾有警性停驶，在做好倒流工程了后，下昼4点已经恢复正常。不过因为风台来，今仔日中昼进前，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像那到台东停驶，区间车放林到水尾停驶，其他路段是看风雨的情形，再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受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盘效应的影响，东部雨水增高，依然嘛是直直落大雨，落出灾情佮淹水。伫所有地站连外道路是拢断去，淹水上严重的所在，水是因一站流悬，所以各军地站也已经出动救援。雨落未停，水已经淹甲路拢看袂到，路边的变电箱敢若是因为淹水小到，先“砰”一声真大声，规条路的电火拢熄去。风台外围环流，佮加东北季风的强盘效应，宜兰地区的雨正惊人，所1点钟的雨量超过120毫米，真侪所在水淹到腰只悬，连救护车拢掉在半路。快点过腰了，赶快出来！水愈淹愈悬，消防人员用手电船把人救出来。行动无方便的10大人是由消防人员挨出来。到8日暗10点半，已经救援27个人，撤离112个人，总共139个人伫咧所电工所避大水。偌久唔捌拄过这么大哦。照顾你一下子水就跑出来了啊，淋到客厅的啦，也是有一点紧张啊，会怕啊。所对外路拢淹水，要救援真困难。开船呢？洋隧道，看你去开船。所店长李明提讲，规个所市区这么强被变成一个孤岛，有的所在水淹到一站老悬。我们对外的道路其实都已经淹水了，车辆也没有办法进出，因为整个苏澳溪的这个溪水暴涨我们阿里史抽水站一直抽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水位降低。路拢淹水无法度行，民众是赶紧避到2楼去里，军方派AAV车2车突击车来救。气象署讲，风台暴风圈已经进入南部的陆地，有可能伫咧拜三尾暗左右登陆屏东，会继续观察风台减弱的程度，决定改度警报的时间。下午到傍晚这之间就会接近我们的屏东这一带的陆地。此外，它可能在明天的晚上到深夜这段时间，就从台东到屏东交界这一带逐渐出海。气象署讲，宜兰的雨会慢慢愈来愈细，不过伫拜三台东地区雨会较明显。一个面北的归人北海岸也要注意雨会正大。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是持续发布风台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今仔日有部分的县市是停班停课的，包括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宜兰也有澎湖。亚伫花莲的部分是部分停班停课，包括光复乡、万英乡、凤林镇，也阁有水乡的奇美国小。今仔日是北部是拢是正常上班上课，也毋过伫桃园昨昏停班停课，也若昨昏湘北是部分所在停班停课。北基桃是拍过去，讲要共同决策处理异地的做法，所以嘛有引起讨论。实际来到小油坑，可以明显感觉到风势雨势都变大，风大的时候要往前走也是不太容易。阳明山小油坑风强雨大，就连成年查甫人身躯嘛要小久咧才会当行。风台要来，强风因为一直吹，野雨线要野雨，不过雨线却一直开花。文化大学11各校区拢停课，周围的商店嘛差不多拢无营业。在地经营超过20年的早餐店头家娘，伊是讲，照常营业是烦恼大少的学生囡仔无物件通食。最主要他们还是有住宿的学生还是会出来吃。明天应该是会比较严重。严风台进前捌发生崩塌的青山路101项，工程人员早起也持续
续进行山坪固定作业。丰台甲双北基隆桃园照往例拢做伙决策。不过台北市11除了阳明山山区12个里以外，其他地区正常上班上课。新北市7个区嘛停班课，高雄市全市停班停课。这一条线过去又是桃园，我们快知道，没上班就没有什么上班族啊，差了将近有1/3。双北基隆桃园放假无共，实际来桃园新北各界所在，桃园永高刚刚过一条路，丰台假无共。透早机车通勤乘客嘛少真济，不过也是有袂少要去台北上班课的桃园人。我去台北上班，就是我最打工的。下去上课，因为台北没放假，风雨又还好，没有到很大。不止达标，还比这个下线高了一级。第二，考虑到我们桃园几个沿海区跟非沿海区通勤通学的这个现象非常的密集。针对11桃园停班课，市政府讲，桃园沿海风力明显比新竹甲新北较大，考虑不是休热期间，分区放假肯定真快，所以宣布全期放假。那当然，我们也会考量到市民朋友整体正常生活不被受太大的影响。但是依照相关的数据显示，在台北市阳明山区周边，我们针对12个里可能会达标，我们来停班停课。新北市在山区有7个地方达到豪雨的等级，可以停班停课，我们就做了停班停课的决定。这一切按照所有的科学的依据。也是有袂少桃园新北的民众住的所在，甲工作场所无共。校友义表示，要考虑到这点，桃园无法度来新北上班的，拢有最好应变的准备。记者采访报道。风台扫来台湾，有个风台中心伫尾暗仔会登陆台湾了后，就会快速离开。因来咱后续台湾的天气，主要会是受东北季风影响。咱同齐来看分图。气象专家即马表示，明仔风台会继续减弱了后，就会离台湾愈来愈远。接落来是偏北风会愈啊增强，所以温度会下降。因若苗栗以北宜兰也是有局部所在会落雨，其他的所在雨水拢会转好。拜五的时，北海岸、宜兰花莲也是有局部短暂雨机会，其他的所在拢会变做好天。若拜六、礼拜天气嘛是真稳定，东北部只有30啊雨尔。啊，毋过乡亲爱提醒，乡亲特别注意的是，后礼拜一会有入秋以来上强的冷空气开始入南，所以伫食方面会佫开始落雨，温度嘛会下降。后礼拜2暗到拜3的透早，有可能有机会创下入秋以来的上低温。那风台的暴风圈伫今仔日透早已经吸到咱台湾南部的陆地，屏东伫今仔日是停班停课。恒春的海墘大涌昨下晡就已经超过4米悬，就算雨昨昏是一阵一阵，也毋过恒春的民众也是毋敢大意，已经赶紧刷车就惊淹水。屏东县府嘛提早甲满洲甲雾台山区的民众撤离，要确保因的安全。大涌一直冲向金州湾河边，风台还未到，屏东恒春沿海涌源已经超过4.5公尺。无拄过风台，外国游客拢真好奇走去沙坡看海景。有点怕，不敢靠近海边了。游客伫观景台甲大兴翕相，也有人搬椅来看海景。屏东12无停班停课，昆明沿海各景点也是有游客。第南湾水上游具业者已经做好防台准备。来到南湾岸境呢，现场的水上摩托车还有载运的机具呢，现在都已经用绑绳全部固定在一起，因为就怕呢这个台风加上晚上的大潮，会让海水倒灌到这里。风台内的雨水上活动暂停，有5路船业者到后壁河渔港，在看船只固定的状况，也反探今年风台节和行李少一半。客人都不能坐船啊。风台暴风圈按算12透早接触南区平陆地，尾仔到暗时可能为屏东登陆。暗过11下晡，敢若有一阵的雨水，居民犹原唔敢大意。和兴路这停车场因为边仔工地施工，后排水无好，拄到落雨，风台就淹水，居民赶紧来刷车。淹得很高，我们都把车子移出。兴公路甲兴西路口的路标是用要落落，风一吹，一直还发出声音，都惊路标和风台吹落来造成事故。民众赶紧通报恒春镇公所，阮就乡为有风台暴雨带来土石流灾情，也提早伫7早暗时将部落民众撤离。12级风嘛，然后雨量又蛮大的，所以说我们地方性的撤离，
预防性的撤离。屏东目前撤离满洲甲布袋乡山区民众110人，其中满洲民众被收容到恒春镇内饭店，确保山区居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即马愈来愈晚，今仔日要提醒台东的乡亲，就要特别设置大风雨。也若南环公路有落石头，南回公路嘛有出现大货车甲小客车相撞的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伫宜兰雨落袂离，南方澳的南兴里有出现土石流，鹿公湾有冲到车路甲面体处。伫宜兰有部分的所在淹水是淹甲真食力，所以警消嘛有出动赶紧撤离民众。土山水一直冲向道路，徛在门下口严重积水，互民众无法度行路。宜兰大雨是一直落，11下晡南方澳的南兴里向出现土石流，工作人员赶紧来清理。要先把这个路上的土石先把它清除掉，然后我们要把塞在水沟里面的土石一并把它清除，让这个水流可以顺畅。因为南兴里后边是苏花公路，当地怀疑土山水是为分洪道附近冲落来，造成灾情。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宜兰县为7早暗时道路大水河，一直到假日，愈换雨势愈大。东山乡太和路也发生淹水，人车无法度过。被列为土石流警戒的大东乡也紧被拆穿，都惊风台造成灾害。宜兰县7早暗时就宣布11停班停课，暗过会定中校未府安排交通工具，让学生转去，引起争议。学校表示，考虑带伫800几学生的安全，11透早决定安排火车甲游览车，互带伫学校的学生转去，但恢复上课上班，搁互学生转来。就算学生在宿舍，也是要有人看顾，对学校的安全也有影响，所以没有办法让学生完全整天待在宿舍里。风台接近，共款被列为陆上警戒区域的台东，状况也袂少，因为一阵大雨，视线无好。南回公路都发生大货车甲小客车对撞车祸，造成1人死亡。南环公路是发生南山路州阻碍通行。在台东市南丰里一个集合式主体，因为排水沟设计无好，今年已经发生真侪摆淹水灾情。里长这摆就一台抽水机来应急。话说等一下去上班，今天没放假。等下就淹起来。雨大一点点，再大一点就开始淹了。它后段变小，把它再放宽回来。那它的县府的建体又承租给一般的，已经有租给一般的民众了啦。因为风台10日会搁较接近台湾，政府普发现金，金峰乡由派出所注册来发现金。到10日是第1日，台东警方特别到部落宣导爱延期，等解除风台警报了后，才继续发。记者综合报道。风台瓦近伫新北市北海岸东北角遐海影风影是真大。另外呢，10月底时是因为一直落雨，所以伫滨溪线遮路基流了，火车是无法度驶。也有银秀社区、碧瑶社区的冻土墙、冻土壁嘛放落来。新北市政府是赶紧伫昨昏风台也未来进前，赶紧去甲创好较稳固咧，避免灾情继续扩大。台二线滨海公路一阵的强风甲大雨，路边也有雨水未复散涉，未避含流落，亲像小型的水墙。风台接近新北市真侪所在已经出现雨势。东北角的雨势一波接着一波，记者现在位在瑞芳区的知名景点阴阳海，这边已经没有平常湛蓝而且颜色纷呈的景象，现场海水呢非常的汹涌，而且浑浊，可以看到一波一波非常高的大浪不停的打在消波块上。随风公寮拢停班停课，观光景点也无人，就连最南东渔港、海钓船全部停上花。不过市区随风老街伫去年3号风台时阵，则多经过淹水，居民唔敢大意。会担心，去年是从后门水灌进来的，从后面灌进来的，所以说现在就有堆沙包。过无两年，金山区虽然维持上班上课共款是一阵的雨势，金山老街也空，万里区的规康渔港业者怨叹风台来生意歹做，非常的不好。台风天，今天少了很多人。我做了2个客人。不过，滨溪区、新店区拢是为10月底连续大雨就出现灾情，再去滨溪线、蒙古站甲岭下站之间路基流失，天气都空气，到即卖还阁有9号锁线拢未通。蛮严重哦，它长度大概有70米，它落差大概30多米，
整的沿岸线都崩掉了。新港区英秀社区、碧瑶社区第一排徛街，甲下有19号67人无法度转去，目前继续进行清灾作业。风台来，住户也拢真烦恼。我也是会怕，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都会怕。真的哈。对呀，因为危险啊！如果那掉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根据教育局安排，那结束清灾工程，对请相关专业人士到场，入来勘查确定建筑结构安全，才安排住户转去，让居民带了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含乡亲来先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人拢叫伊股神的巴菲特，咧要落任波克夏公司执行长这个职务。伊初十的时有发布上尾一张写予股东的公开批，讲伊续落来要好好休困啊，伊要恬静过日。不过呢，伊嘛强调伊会保留大部分波克夏的股票。来看自由时报。苗栗一个48岁姓区的查甫人，伊伫10月初2时食毒了后，举刀啊伫大路随机甲2个国校的查某囡仔，甲一个50岁的查甫人刣着伤。苗栗的检方即马甲伊起诉，求处无期徒刑。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推动卫警兵团，台北市社会局即马伫市府的市政大楼1楼，伫大厅遐有设一个多元生理用品的放送机，提供有临时需求的民众拢会当来用。只要摕手机啊来扫 QR code， 就会当免钱领着卫生棉，也是棉条，无分查甫拢会使，一个人20天拢会当领一届。来关心毛笔指挥部有一个姓尤的上位的查甫人，因为伊有欠所费，转去互中国吸收去。在职期间，甲咱国军内部的网站翕起来了后，泄露机密互中国，拢总犯案还误解，伊摕着5,000粒虚拟货币泰达币，差不多价值15万，即马互检方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国安法甲刑法这罪名甲伊起诉。中共这几年一直渗透入来国军，前后备指挥部姓尤的上尉因为欠钱就网络找贷款，误入中共陷阱，怪伊交付任职单位的机密资料，换虚拟货币。姓尤的上尉拢总犯案误解，摕到4998粒泰达币，市价差不多15万。桥头地检署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国安法、刑法等罪起诉姓尤的查甫人。后日部回应，姓尤的查甫人伫182年12月18，因为家庭因素申请提早退伍，服役期间并无发现伊牵涉到国安相关案件，会尊重司法调查结果。那如果犯了这些相关的法条，那对人生下半部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威胁这些国军官兵千万不要落入法网。国军官兵屡屡把军事机密泄露给对岸，特别是高机敏的情报，这让美国以及国际友邦如何相信台湾，如何愿意提供更精密跟前端的武器系统，国防部应该要痛定思痛。检方指出，姓尤的查甫人伫2022年1月头一届犯案，用手机翕家己在内，也甲科长、参谋长等3人即种的协销签停，无想到对方认为无够机密，所以伊伫同年7月进行上位，登入军方内部网站翕国军准则，即个得到对方的认可，收到泰达币。姓尤的查甫人毋但搁再传国军准则，搁外接现职官兵的电话，拢总得到市价15万的泰达币。巷战。或者是遭遇到敌人的无人机，我要怎么应对啊？这些都是准则的范围之内。照理讲，他的照相机已经不能用，在营区的范围里面啊，不能用，他为什么还能拍照？这个就值得追查。专家表示，国军准则有800种，像讲军队应对状况的 SOP、声电检、交战守则、新式武器装备操作等。无论姓尤的查甫人和中共倒一寡资料，拢是国军的机密，恐惊影响国安。若是姓尤的查甫人闪过管制，伫营区用手机翕相，这嘛反映保密措施无够严。国军应该精进改善，才当避免国安的漏洞持续扩大。记者采访报道。镜头来高雄前镇有3间铁厝，初10的是火烧厝，加在是无人受伤。不过现场呢有住户雄公公走出来时，伊身躯顶是冒一只台湾猴，所以引起大家注意。这个住户伊是讲，这只猴是遗弃的动物伴，不过照规定照理来讲，台湾猴是野生动物是袂使饲的，所以农业局即马要通知这个民众去教员说明，要甲开罚单。
红红的大火甲乌烟一直冲对天顶去，高雄镇定计划加3栋相连的铁厝车十向导火，现场断电泉水拍过，消防人员惊有人拐伫咧内底走袂出来，急摕计时头来挂铁门。加在有厝边大声走出来，到联络人讲，厝主已经对后尾门走出去啊。不过厝主人一出现，遂引起现场警消甲媒体注意，因为身躯顶冒一只台湾狗。他很怕，刚刚那个烟跑出来的时候，他就吓到了。养多久了啊？养好几年了。哦，他几岁啊？他现在几岁啊？5岁了。人因要饲，咱敢袂使个啊讲个安怎样啊？就恁迄是袂使饲无毋对，但是问题人因就饲毋知偌久啊，咱毋知啊。虽然台湾狗已经毋是保育类的，不过中央伫181年已经公告列为禁止饲养的动物。民众甲台湾狗饲伫厝内底已经违法，附近的厝边也证实因有看到伊饲狗，逐工带出带入。农业局听到风声，也随联络这名饲主爱交还说明。不过饲主说讲，迄只狗伫咧火烧厝迄天拍着惊，已经走甲无看影。农业局表示，民众有饲养台湾狗的事实，按照动保法，相关会当罚25万。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后续将依相关规定予以裁罚。说台湾猕猴它是野生动物，它是不适合饲养的，它长大会发情，那甚至呢，它会有人畜共通传染病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各个县市如果有看到台湾猕猴被饲养的情况，一定要打1999去通报相关单位。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表示，台湾狗防对保育类的提调了后，有民众去山顶，若看到狗仔囝古水，就会带回去饲，这对高山甲生态拢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农业局强调，会持续联络饲主，若是有找到迄只台湾狗，后续会评估，看要进行野放，还是送去适合的地点来收养。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马士地镇定，高雄镇定渔港遐，即摆还有47只报废单要拆的渔船定伫遐。这是因为伫高雄基顶的拆船厂防控机目前正在停工，因若当地人实在关心这船要安怎。海洋局即摆讲，中央已经核定伫兴达专区遐会当来做一个临时的拆船厂，也毋过呢，因为事先无互地方知影，无甲地方参详，这个消息一个出来，是互地方的议员气噗噗。海鹰一阵一阵拍起来岸顶，随着风台愈来愈晚，台湾高雄海边的风影也愈来愈大。镇定渔港内底宝贵渔船，去年才因为山道里发生断缆，乌白走。这阵风台佫可能对高雄来，海洋局甲高雄港务公司也紧急来做船来加强固定。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后，我们的高雄港务分公司也指派2艘大马力的拖船，在我们前镇渔港的港嘴在那边应变。镇定渔港船位无够，72只船停做7排，其中有47只是单要拆掉的宝贵渔船，另外兴达港车嘛有26只宝贵渔船，对181年就当地的只单要拆，其中一只未堪哩去年山道里的风景已经沉一半。海洋局讲，拆船业污染重，基顶拆船厂防控机无再调搁拆，中央伫10月已经核定要甲兴达海基做归临时拆船厂，不过有议员认为中央甲市府事前拢无甲地方参详，互因食不满。不能把这么高污染的拆船产业放到茄定来尤其是他现在要用专案下去做执行没有环评没有监督机制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茄定的环境。有惊当地民众足清楚的讲，我要拆偌济，我当时要拆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拆起来物件可能会做什么处理，有吗？民众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召开很正式的一个大的一个公听会。遮一般是讲伫外海作业的啦，甲港内无影响啦。是讲遮内面的水会变较歹。伊拆船跟因咧做生意也无关系啦。所以你啦，观光客来到遮，你嘛感觉无影响就对啦。哦，迄人我就无感觉无影响。议员不满，无通知，无做环评，当下要杀，实在真唔通。海洋局表示，因会甲地方沟通，甲民众意见转达互渔业署。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联邦众议院伫10日表决，已经伫参议院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众议院的国会议员拢赶紧赶回去华府，希望这件代志会当圆满收煞，希望来结束美国史上上长政府关门的这件汉古代。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维珍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天国军人节纪念仪式，对众议院议长强生甲参议共和党领袖涂恩致意。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nd to John and to everybody on a very big victory. We're opening up our country. 川普谈8位民主党中间派议员伫咧吹集倒向共和党这边投票支持妥协方案，宣称讲是胜利，也是结束国会僵局的关键。
I am very, 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say that we are coming to the end. 众议院议长强生随站伫咧参与通过结束政府规模法案了，通知已经休会53天的众议院议员赶紧返来华府。因为政府规模造成要甲1200航班取消，阿肯色州的众议员克劳福甲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凯利会做伙坐车去国会。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范欧登讲，伊会骑16点钟的奥多拜赶去华府。政府规模这段时间，公共服务甲社会福利拢受影响。Holidays are coming up. How much these shutdowns are affecting the holidays, as well as people getting to their family. 因为政府无运作，影响航空业。运输部长达飞讲，公共交通管制员伫政府重新启动了后48点钟久内就会当领到薪水，不过是先领70成。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按算伫咧12下昼，针对恢复联邦机构资金运作进行表决，结束自10月7日开始，连续42天的政府规模。法案也暂缓川普政府缩编联邦能力的计划，确保明年1月30进前袂有裁员。众议院议长强生讲，这项法案伫众议院应该会当顺利过关。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乌克兰的能源部涉嫌贪污，最近向大规模调查，内底嘛包括泽伦斯基亲信在内的高层犯罪组织，因此伫国家核电公司对外合约对接当中来收空米箱来趁钱。伫战争也未收煞，而且寒天到位，阁需要用电的时阵发生这款代志，能源部牵涉贪污嘛，引起高度的关心。We've seen some crazy stuff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Russian.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特别接受英国卫报记者哈丁的访问，中向电话发起，伊真爱约阁无奈，讲这是实地，不是恐怖攻击，嘛是伫阮的生活内面常发生的。罗西亚最近是直接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伫全国拢忍受黑暗阁有够寒，做伙渡过难关的时阵，却传出能源部门有重大备案。乌克兰国家石炭局和石炭专职检察署经过15个月调查，收集1000点钟的录音资料了后收网，对能源部发动70个所在的突击搜查。石炭局指出讲，有一个高层的犯罪组织是透过国家核电公司的防具公司的合约来供钱，合作厂商封闭咧爱达10%到15%的空米箱，这当如期收到款项，也是甲因供应商的资格保护掉。搜查找到一大堆现金，佮差不多有1亿美金的垃圾钱已经去洗钱啊！乌克兰的媒体报道，涉案人之一是泽伦斯基的亲信，生理人民迪奇，伫咧防搜查进前几点钟，就已经浪港走去海外。Будь-які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і дії проти корупції дуже потрібні. Невідворотність покарання потрібна. 泽伦斯基伫今年热天捌受办法立法，要写入即摆调查能源部备案2个石炭机关的独立性，引起俄罗战争以来上大规模的加罗示威宣告失败。即摆这案爆发，伫即马正需要大条钱西远的援助的时阵，嘛会加深主要盟友的烦恼。公司新闻史会长编译。嘛是街头示威，这是伫印尼前独裁者苏哈多落权32年，上无有50万人互按罪名互抬死。即摆因的总统伫70的时，佮甲苏哈多对方做国家英雄，这是引起民间人权团体也佮受害者家属强烈不满，已经连续几若天伫首都发起街头示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72电视直播的国家英雄纪典礼，将国家英雄牌匾颁予前总统苏哈托的查某囝。文化部长佐恩指出，苏哈托伫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发挥关键作用，后来佫担任军事行动的指挥官，为荷兰人手头夺回即卖的西巴布亚。苏哈托1967年用肃清左派军事政变做理由夺权，替换手段统治印尼的32年之间，至少50万人被冠上刺激分子的罪名杀害。50年前入侵当地军的行动是冷战时期上残酷的军事案件之一。不过，伊是美国盟友，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执政期间，年平均经济成长率是7%。1966年，各将通膨为18%降到10%。印尼即马是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Ya pro kontra kan masyarakat Indonesia itu kan macam-macam ya. Ada yang pro, ada yang kontra, itu wajar-wajar saja. Penting kan kita melihat apa yang telah dilakukan oleh bapak saya. 总统府告
口的文化部连续几啊日，拢组织大批反对团体示威抗议，这时邀过500个公民团体成员、运动人士甲学者，用共同批的方式致函总统普拉博霍，要求因通对洪苏哈托做国家英雄，啊若无就是对受害者、对民主价值的改革的背叛，也佫互少年时代带来错误历史观点。同款内容的线顶连署活动有16000人响应。2010年以来，苏哈托真侪摆被提名做国家英雄，不过伫国家强烈抗议之下，最后拢煞去。出身军人，捌是苏哈托的部下，佮做过伊囝婿普拉博沃无共。伊伫去年胜选演讲的时阵，就捌公开俄罗斯哈托的政绩，就代了佮出版新的历史册，淡化苏哈托的暴行。伊家己伫90年代也捌做过绑票虐待民主人士的代志。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镜头来加拿大，加拿大麻疹疫情爆发超过1年，加拿大总共确定病例有5138例，内底有2个死亡的案例是早产儿，这囡仔红爷是伫老母的子宫内底就去互喂着。加拿大伫1988年的时有摕到麻疹清零国家这个地位，虽然这1年已经有转好，也毋过也是无法度达成清零的目标，所以伫70的时，因已经互裁定失去麻疹清零国家这个地位。真侪家长带囡仔到诊所注疫苗，增加为人的麻病毒伫加拿大烧话已经超过1年。到目前为止，累计有5138例，其中2例死亡案例是早产儿。加拿大伫1998年得到麻疹清零国家的地位，2年后美国嘛达成同款的目标。美洲伫2016年争做全球头一个消除麻疹的地区。毋过，麻疹即马伫加拿大传开，加拿大必须爱伫12个月内阻止病毒传播，才会当保掉清零的地位。毋过，到伫70，环美卫生组织正式裁定取消加拿大的麻疹清零国家的资格。We have one country in the region that lost this condition. The region as a whole also loses this condition. But it's important to say that all the other 34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keep their certificate as measles-free. 加拿大的公园纪录维持将近30年，会失守是因为去年10月有一个泰国的旅客参加婚礼时阵，伫唔知的情况下喂互其他人客。专家解说，要实现麻疹清零的目标，麻疹的注射率都要达到95%，安尼才会当有规定免疫。伫麻疹会伫加拿大搁再发生，是因为囡仔的疫苗注射率降低。即届伫加拿大麻疹特别流行的地区是门诺派教导社区，因大部分认为注疫苗会干扰自然发殖，无下上帝的旨意，嘛无信任政府，所以因选择较无爱注这疫苗。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seen the overall vaccination coverage for MMR fall to closer to 90%. In Canada, it's even lower, closer to 82%. Really concerning because when that number goes below 95%, it means that explosive outbreaks can occur. 以麻疹的传染力来讲，一个感染者会当喂予10个无注过疫苗其中9个密切接触者。环美卫生组织表示，除了加拿大，今年发生伫美洲麻疹的疫情，大部分是伫美国、墨西哥甲玻利维亚等10个国家，将近12600例，比2024年增加30倍。讲话专家表示，预防麻疹上好的方法就是注疫苗。去年美洲麻疹的注射率是79%，甲往年比起来有提高，不过也是真。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托尼基有自驾军用运输机，今日对亚塞拜然起飞了后，伫超只境内摔落来，飞行机顶上无有20个人。托尼基已经赶紧协助救灾，也毋过无讲伤亡人数甲事故原因。继续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10月6日伫马来西亚见证泰国甲柬埔寨签停火协议，也毋过无到1个月，因为泰国的兵仔伊伫边界咧巡逻的时去互地雷碰着伤，所以泰国即马宣布要停止这个停火协议。继续关心美国，继续伫拉丁美洲打击毒品走私。美国国防部即马有证实讲，因的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到拉丁美洲啊。引领美国伫加勒比海组织军舰军队，即马委内瑞拉嘛动员大规模的军事人员、武器甲装备，要用大规模的演习来回应美国的行为。
镜头搁等下过来关心台中乌车逼出非洲猪仔，为着避免风台来害防疫破功，市府即马赶紧伫案场的4颗维亚维利亚无爱互挖紧。另外，伫垃圾水处理槽即部分嘛，拢已经看好势啊。也若环管署有邀请猪农甲饲猪协会，要来解说猪喷的监控系统甲补助。也毋过呢，有猪农伫遐举标语表达诉求，希望政府趁即届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工人设2.4公尺悬的加装围篱来沿个装设4形卷的架啊，钉入去涂骹是好固定。风台要来，台中市政府甲乌车非洲猪仔案场封起来，周围佫加装82公尺长的围篱啊。原来的钢柱，我们后面再把它加固，加了细型钢。那另外，我们避免缝隙在中间有缝隙哦，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吸力控，还有一些发泡的一个设施哦，所以让它整个的牢密度跟围设的状况是相当的牢固。案场内的污水处理槽行溢出来，佫使用夹材篷布、茶架渣啊、3沿缀条的砍起来。非洲猪仔疫后已经开放外地运输加拍卖屠宰，后续还佫有代志伫反映。坚决反对厨余养猪。猪农有票据抗议，环境部环管署10月邀请中将分家4县市超过80间养猪业者甲工会，使用装设喷的炊猪监控系统甲补助。不过，猪农甲养猪协会表达希望政府禁止家用加事业性的喷，卖入去养猪场，养猪产业无法度佫经历一届疫情。家户的厨余跟事业性产生的厨余，不要再进入到养猪场给猪吃这样子。是建请我们中央主管单位要审慎考虑这个问题了。原来厨余养猪业者他不再用厨余，他就不用装设，只要是仍然使用厨余的作为饲料，就一定要装设。我们会补助1半的经费，那么预估最高会是6.5万元。是毋是要禁用喷饲猪？环管署并无回应。不过目前全国也是有429间畜牧场伫用喷饲猪，必须要伫年底前装设监控系统。环管署表示，每一户上悬会当补助6万5，若是无配合，会依照违反饲料法罚300万。啊，不过若是无搁使用喷饲猪，就会当毋免装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马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陆上风台警报拢已经发布，也毋过呢，伫昨早伫垦丁南湾的海边啊，也是有看到有人伫出影。因为气象署已经发布警报啊，所以南湾的线埔拢已经有红线，禁止水上活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就表示，出影的民众拢已经违法，会互开罚单。另外，伫满洲乡昨昏嘛，赶紧撤离52个山区的民众。风台慢慢挖进南台湾，海影一阵阵拍对岸边，画面详细看，垦丁南湾的海面，阁有人咧冲影。因为已经发布风台海上陆上警报，南湾沙埔拢有红线，禁止水上活动。垦管处表示，安尼已经违规，请民众配合，无会开罚。11月11号早上6点又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所以目前所有沙滩的全部是封闭的。请游客不要进入游憩。经劝导不听，唯依国家公园禁止事项第15项，罚款3000元。居民轮流上车，准备撤离。屏东满洲乡对昨下晡开始，雨就无停，风嘛袂息，点钟雨量超过40毫米，风速超过12级，烦恼当地居民的安全。乡长按照县府的指示进行预防性的撤离，拢安排到恒春的民宿占大。有少部分淤青的好像是16位还是17位，到收容所安置的地方的。都是52位。县长周春美前往东港大潭捡水池，视察工程进度。水利处表示，工程未受到风台影响。县长讲，虽然风台已经降级做轻度风台，不过沿海的民众也是爱注意风影。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这几天风台这4字伫网络顶悬是讨论甲热噗噗，咧讨论讲这4个字因为无共腔口，所以读起来有小可无共。因若无共的腔口，你会安那读法？腔口内底藏什么款秘密？咱来看这条新闻。风台。
有网友真正无共电视台安怎用台语讲红台这四字，社群平台嘛讨论到真闹热，甚至佫发展出难度级数佫较悬的语句，真侪人拢来讲台语练喙花。红系统的红效果和红台的红害。敢若红台这四字，伫咧网络顶都有无共读法。根据台语声调来看，有3种。第一种有讲红台的，第二种有人讲红台，第三种是讲红台。台记者嘛实际招民众做回来试看卖。哪里安怎读？红台。这是红台，红系统的红效果和红台的红害。红台。第二点。哦，无法度。其实和华语诗的声调变起来，台语声调加真丰富。以主流腔来讲，包括入声在内，实际上有7个调。有台语老师指出，台语正特别的，其实就是声调变化。一个词，敢若最后一字读本调，其他拢会照规则变调。所以红的红一定爱变调。亲像红台，就有第一优势腔偏将的讲法红台，和第二优势腔偏转的讲法红台。来讲名词的上尾一字无变调。头前迄几字拢变调，若是红台这4字吼，咱无变调吼，来讲是念作红台。若是变调了，台北就变作红台，南部就变作红台。台语老师指出，大部分的人可能较袂去意识到台语的变调，嘛是因为真侪人用过拢毋捌像华语在学校有系统性的学习课程，也毋过本正就会晓讲台语的民众，其实平常时讲话都会自然变化咯。原来对头届学台语的人来讲，因为声调真侪，佮爱学变调，有影是较有挑战性。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我小小坐山的国家，这句诗真侪民众会摕来引用，嘛用伊来表达对咱台湾这片土地的爱甲认同。写出这句诗句的是咱台湾的导演陈丽桂，这是伊改写聂鲁达的诗，佮重新创作的。伊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伊拍纪录片甲打已经36年，代表作品包括记录苏明前辈的革命进行式。伊希望透过影像来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因为伊嘛摕到这一届的53连奖。我叫做郑南苗，我主张台湾独立。细细岛山的国家，我咧写迄句的时阵，我完全是为台湾的意向，也是台湾的感情来出发。其实我是感觉真公平啦，会当互即句话变做一个台湾认同的一个通关密语也好，也是讲是一个新的符码也好。导演陈丽桂改写内陆大诗，重新创作写出我细细岛山的国家。诗句用伫2009年电南用纪录片《魂》内底，后来有真侪民众引用。陈丽桂介意大自然，定定去爬山。伊讲山占台湾土地的2/3，但有268座超过3000公尺的关山，真水挑战嘛真侪，就哪像台湾的文明。陈丽桂1957年出世，台大外文系毕业，伫美国读册书做记者，嘛培养出对社会的关怀甲台湾意识。为着要贡献所学，伊伫1989年回来台湾。陈丽桂拍纪录片到达36年，反映环保运动、女性意识，嘛关注后10年的反抗精神。伊的代表作包括翕苏明革命进行式，嘛翕苏写海洋史馆的自营河等等。陈丽桂毋忘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台湾的历史，这是甲其他的国家，甲咱海峡迄边迄个中国，嘛是非常无共款的。咱来以咱这个土地做主体来思考。陈丽桂讲，影响伊上深的，就是文学甲做记者的经验。伫咧注重艺术性的时，也兼顾民众对议题的理解。伊讲拍纪录片，互伊的生命加真丰富。面对未来，伊上毋望的，就是台湾的民主会当阁继续深化。其实咱就是讲民主化了后，咱就一定是永远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其实就是
发现唔是安尼嘛吼，民主是会倒退，民主有可能是会用民主的方式去甲结束的，像讲德国嘛，迄阵嘿希特勒因就是即款的情形。啊，所以咱台湾，咱即马上爱注意的就是这点。记录台湾史，也为受压迫的人发声。但係规个纪录片是社会运动的影像，也是时间的影像，可以得到53连奖的肯定。但係规个期待台湾的少年家会当继续发现创造咱的故事。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另外，咱来看第2届独立册店的树梅读书奖伫昨昏举办颁奖典礼。这一届的主题是加载我有开册店，要来让大家知影这册店开册店背后的册店魂。这一届特殊贡献奖是颁予推动学徒计划的小小厨房。开册店毋但是卖册歌，引起大众对本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关怀。伫高义市的红雅册房，香港市倒水溪以南上有名的社文册店，足足伊个成功声笑讲开册店有当写连一顿拢赚袂着。但伊嘛讲册店是伊人生的补习班，开过1000多场的讲座，打造交流平台，嘛得到今年读书奖的肯定。议题是要怎么做得扎实、长长久久，其实要用阅读啦。书籍是子弹。那阅读是有力量，投入这个社会运动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性了。坚持相信看册都是册店的核心的，佮有开伫高雄的三义册店，伊是册店，但是嘛毋那只是册店，店内嘛会办艺术表演，也是相关展览。负责人郑尚华认为，册店是城市内面的通安门和光线，是生命力的来源。今年三义嘛得到读书奖的评审团奖。不管是透过网络、影像、Podcast 节目、走读、展览。然后办演唱会，虽然形式更多元了，但是阅读的核心并不有变。那这也是我们觉得开书店的最有意义的地方。台湾专属独立册店的树梅读书奖，今年是第2届，以好家在我有开册店做主题。特殊贡献奖是颁予伫新北市的小小册房，主人刘芳芳嘛替所有的出版业来签名。我们希望讨论定价可以实现，就是可以让出版业回到一个健康的体质。那欧美也跟我们证明了，就是说他们挺过这一波，然后让书店回到街角，这是非常必要的。面对出版业的产值一直在减，电商平台加入册市，一间间唔拢在拍折，互独立册店更加歹经营。文化部表示讲，除了有提出奖励政策在进行补助，这2年嘛办理创新册市、砖头册店，鼓励册店行出即马已经有的场域，推广看册。另外嘛透过文化币的奖励，互看册的人加到独立册店来买册。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南非伫顶一日举办让60多年了后 Captain 的经典驾车比赛。这场比赛特色就是来参加比赛车，拢爱伫2001年进前出产的老车。唔通看这老车无点，这摔拍的经典车嘛是老猛老，过当拼速度。日前的赛车牌伫咧赛道边的看台顶，看到这一代一代无共型的经典跑车对起点出发，一条著名的可可萨纳大道，驶对南非著名的景点倒山，驶一年了才个转来。每一台车拢照顺序，一台一台驶一年转来，用算时间的方式来比原价。伫咧物资正欠，汽车科技也无遐尼进步的20世纪前半期，这项比赛捌伫咧1912年到1960年代伫咧南非正流行，不过尾也停办，过60几年，2005年佫开始办。It's a lot more exciting, in my opinion, than a lot of the traditional racing. Very short, sharp, punchy, and extremely visceral and exciting on the. 除了外形正派法拉利这款有名的跑车，也有即台比车主的年纪也佫较大，1930年出厂的宾利。People say it's old and it's rare and it's valuable. Should it not, should you be driving it like this? Should it not belong in a museum or in a collection or whatever? And to my mind, it was made to be driven. It was made to be raced. So keep on racing. Hill climbing worked in difficult economic times, post-war, post-World War I, post-World War II, and also in the very beginning because there was no infrastructure.
It was very little money to race, and it was easy, cheap to race. You didn't have to spend a huge amount of money preparing your car. You'd arrive at the hill, run up the hill, and be able to take a trophy home if you're lucky and good enough in the afternoon. 虽然无 F1、NASCAR 或者是各种国际越野赛遐尼受到媒体注意，不过主办单位也是希望这项有传统的赛车活动会当逐年拢办，让世界各国的车主甲因罕有的爱车会当来遮做伙比赛，也好车迷看一日到开。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28度。外岛17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众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